音乐教室每年都有芭蕾舞的表演，所以我们竹塘教会也出了一个芭蕾舞团，没错，而且还是水上芭蕾哦，水上芭蕾。那我们欢迎水男孩，掌声尖叫！你们大家都以为我穿这样像是圣诞老公公，像是一个胖子，有一个尾鱼肚。对啊，对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今年我们经过了一整年严格的训练，我们练成了结实的肌肉。有吗？准备下水，脱衣服。脱帽子，脱帽子。着装。脱裤子。着装，着装。预备下水，转身，下水。自由式预备。我去哪里了？不要躲了。
好，我们节目已经到尾声了，最后大家最期待的是什么？圣诞老公公。我们今年怎么样？有肌肉圣诞老公公，尖叫声